今日呢個日式風嘅300幾尺香港居屋，要間2房，好多人一開始都唔睇好，成品出爐真係超出預期。入門做個 C 字鞋櫃，米白櫃門配格柵做點綴，實用又好睇。客廳呢組電視櫃都好靚，左側做埋開放展示架同玻璃飾物櫃，可以擺公仔模型啊！細居屋想擺珍藏又想整齊，呢個設計就啱晒。跟住睇大家最期待嘅房間啦，房一就喺客廳呢度，入邊做咗日式嘅榻榻米，中間係升降台，坐低可以喺呢度睇書飲茶啦。第二間房就喺右邊，入嚟地台床安排上，呢邊一個梳妝台連住到頂嘅大衣櫃，功能就齊全晒啦，休息、收納、化妝、辦公都冇問題。廚房門口上邊都唔浪費，做一排吊櫃，入嚟儲物櫃係淺綠色嘅，乾淨清爽，做咗 U 型嘅櫥櫃設計，台面整高低級，煮飯動線流暢順手，打理起身仲好方便。成個單位睇完，呢種日式風格你中唔中意啊？居屋細單位最講究空間運用同收納。如果你準備裝修，希望呢個案例可以幫到你。咁想睇其他風格案例嘅，同樣可以嚟 PM 我哋啊。